佛光山创办人新婚大师伫7月完结今日举办这个完结赞赏典礼，总统蔡英文亲身出席颁证这个褒扬令，行政院长陈建仁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、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到现场致意悼念。仪式结束后呢，新婚大师以法体真身最后一摆巡山，率了就送到台南的大仙寺进行火化，后来就安葬伫这个佛光山的万寿园，未少信众拢纷纷去送新婚大师最后一程。献花，手捧鲜花，鞠躬致意。总统蔡英文参加新婚大师完结赞赏典礼，颁发褒扬令。一鞠躬 First bow. 再鞠躬。行政院长陈建仁、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、高雄市长陈其迈拢来到山顶吊念伊，一起向大师致意。随啊随的来感念大师，佛光山创办人新婚大师5号过往，开放即天来甲吊念。13号各界代表含真侪信徒拢来共赏新婚大师上尾一段路。典礼内底对视影片，麦当看到一对佛教的疼心含贡献。在我回顾我的人生，叫做世界上没有比出家更好的事情，所以我也知道成佛不是那么简单。不过我发现，假如有来生，我还是想再做和尚。仪式结束了后，一生推广佛法的新婚大师活到97岁，伊的法体真身上尾一摆巡山，率来会运到台南大仙火化，尾爱台伫咧佛光山的万寿园，互世人永远笑脸伊。字字珠玑，充满智慧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